接下来专题报告，今天报告的题目是如何建立共识、凝聚力量、圆满达成普选。我们首先请岳云生同志报告。好，更正啊，我们请舍家琪同志报告。掌声鼓励。各位先进，各位同志，在此世局多变、前景难测、人心浮动的今天，兄弟我有几点很不成熟的感想跟意见，想提出来就教育各位先进同志之前，不知道是不是有当，敬请指导，谢谢。我们知道，自从我们的总理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革命、创党建国以来，中华民族、中华民国，它始终是我们一脉相承的一个整体。尽管本党在大陆失败了，在台湾第10任总统选举也失去了政权，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而怀忧丧志，我们反而是更积极的在愈挫愈奋，反省改革。所以我们是一致的勇往直前，不达目的是绝不终止。我们只有忠心再造，才能对得起我们的总理先烈的在天之灵。各位，在举世茫茫混沌不清的现阶段，我们更深切地体会到中华民族、中华民国跟中国国民党这3个合二为一的生命的共同体。它不仅是在我们中华历史上的一脉相传的一个正统，同时也是全世界所有的华人在心灵里、在精神上、在我们生命之中所赖以依存的，是我们的母亲。各位，我们都是总理的信徒，都是三民主义的继承者、执行者。因此，只要我们有信心、忠贞团结、奋发前进，就一定可以冲破难关，胜利成功。各位亲爱的同志，我想第2个要讲的就是，在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问题上，台湾它是处于在太平洋的中线，它也是在中国大陆的大门口。
我想，在这个关键、这个地盘，大陆的中共，他绝不可能放任台湾，它成为美国、日本的一个战略的伙伴。台湾，它更难以脱离中国而迈向独立。这个是我们可以肯定的，也可以绝对相信，这个是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趋势。所以我们出于现实，我们既不愿意消极的自外于我们中华民族、中华民国的再造，但是我们更不肯让中共永远的这种专制独裁下去。所以，我们必须要积极行动，来转移大陆的现有的民主化，走向真正的民主，走向真正的自由，走向真正的开放的一个大国的风范。所以，我们在做法上，我们是反共不反华，我们要加强文化交流，立即开放三通。我们更要利用我们的台商在大陆上的各地的据点，来创造跟争取我们的互信互补，创造和谐和有利的奇迹。各位同志，最近中央民意代表的选举跟地方首长的选举，我们看到台联的领袖这个叛党叛国